即摆会晓讲教安客语的人是愈来愈少。花莲县政府特别规划课程，甲讲客语甲落实落生活当中。即摆会晓讲教安客语的人愈来愈少，为了保存在地重要的客家文化，县府规划4项主题课程。针对这个教安客语的初阶班，还有进阶班，还有我们幼儿园他们对于教安客语的一些教案来做进阶。即摆有236点钟的培训课程，鼓励民众参加客语认证教学，而且嘛有亲子生活客语工作坊等等的活动内容，要鼓励大家和客语充满伫生活当中。除了7成以外，最重要的有没有把它变成生活，导入我们的日常，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。教安课已经很少人在讲了，我希望大家就是有兴趣的都能够来学，希望透过计划帮助地方继续传承文化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